为感谢各界长期对着华山基金会帮忙甲支持，华山安平爱心停驶站昨日举办感恩茶会，邀请爱心单位台南中坛振兴会、山上美邦人寿、1766通讯处等贵宾，做伙来陪伴长辈体验种花种草的趣味。而且这长辈在动手做的过程当中，不但会当延缓退化，嘛会当感受到园艺所带来的疗愈感。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呢，在地已经建站满15周年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疫情舒缓之后，补办我们的满15周年感恩茶会。我们邀请了我们在地的那个100岁人瑞，还有我们大概将近约50位的左右的阿公阿嬷一起来到天菲里活动中心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是希望说透过服务影片的回顾，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回顾说这2年我们如何在疫情之下完成我们的日常的服务，还有如何协助长辈们在生活中度过一些困难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邀请长辈一起要来种植那个园艺 DIY 的部分。我们邀请长辈将充满生命力的小盆栽移植到大盆栽里面去，并且做一些圣诞的装点，象征希望说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回归到我们具有生命力的那个日常。今年是安平天使站成立第15档，一路以来得到真侪爱心民众以及单位的支持，基金会嘛真感谢大家帮忙。我们华山基金会呢，现在正发起我们2022年的那个常年服务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就是长辈募集爱心年菜，一份是700元，或者是每一位长辈每一个月的那个到宅服务经费是1250元。那也呼吁大家，如果社会善心人士可以协助我们，那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都可以联系0629980015。我是安平站的站长维珍。华山基金会伫全台有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，服务大约3万名长辈。伫咱安平区嘛有袂少弱势长辈需要你我的关心，站长李维珍嘛希望有寡侪认同因理念的人，做伙加入关怀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